即马吼咧开即条588加即条133的，我感觉是有那真好啦，因为吼第一就是讲咱伊即条133线咧爱甲咱拓宽，你路啊开好了吼，即个地方会较会发展啦，路较大条较会发展，这好啦。我们永康交流道的联络道路，也就是从永康的永安路那经过我们的长河路，那再经过我们这个安南医院旁边，我们新开辟一条20米大道那这个总经费大概是38亿。那我们今天看的呢是最后一段，也就是南133线，那这个是3.54亿那已经完成了。那这整个永康交流道联络道路呢？大概要全部完成呢，38要全部完成，大概在明年的这个中旬那完成以后呢，大概永安路、长河路这一段呢，全部大概40米那大概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国8和133线的交叉点，那目前是以这个平面红绿灯来控制，那可以讲大概全国的高速公路只有这个地方有红绿灯。那这一次呢，我们争取到中央那同意呢，我们改为这个立体交叉，也就是说未来的话呢，不必在这边等红绿灯，我会把它做成一个这个正常的这个交流道，也就是高架，而且还是在这个133线呢还可以下来。那这个案子呢，大概行政院这个国发会呢也已经同意那总经费22亿。那我们会配合那个中央积极的来把它尽快完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近日完成国道1号永康交流道联络道安定区南133线的道路拓宽工程，剩余北外环至东河桥部分将在明年完工。整体完工后，将有助于疏通安南区至永康区交通拥塞问题。此外，台南市积极向中央争取国道8号与南133线路口立体化工程，也获得通过。未来完成高架桥交通立体化后，也可改善主线道车流回堵的问题，提升周边路网的运输服务效能。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过去当初在设计国道8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民意代表的要求，所以特别国道8在这个地方下来制造了一个红绿灯。那其实坦白讲，由于现在南科的通车、南科的启用南科的发展，因为南科的发展造成了许多车流跟人流。那在这个地方国道下来变成多增加一个红绿灯，其实坦白讲会增加很多交通的拥塞。那将来你如果要下来的话，如果是要在当地的人还是可以从国道8下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国道8会直接通过这个红绿灯，一直延续到国道8的尽头。因此呢，估计起来交通时间可以节省非常多，那也有效的这个疏导了这个国道8的以及南科的车流。我相信这个部分，谢谢中央的支持，我们台南市政府的配合款、地方的自筹款，我们也会努力来达标。希望这个工程赶快做完了，能够疏解国道8以及南科的车流。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6月29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据了解，过去的诈骗高峰拢是咧歇热期间，不过随着疫情确诊人数增加，诈骗集团嘛将脑筋动到居家隔离的确诊者。面对这款的现象，议员陈丁上午伫自由发言，伫要求市府加强反诈骗宣导。为了鼓励长辈注意苗保护家己，台南祭出快闪加500块奖金，甚至搁要抽汽机车加黄金等大奖。议员陈丁虽然肯定市府作为，不过针对快闪奖金部分，资源搁刷到卫生所领，无分流的状况，议员以北区为例，排队排甲热长，所以要求市府加强宣导，嘛协调诊所看会当资源直接领取。
我们这个规定上说，你打完疫苗之后，我们打疫苗可能是去医院打，可能是去诊所打，但是他规定说打完疫苗之后要去卫生所领这个礼品哦，快筛跟这个礼品哦。结果我们就接到澄清哦，这个上个礼拜的状况哈，就是我们接到民众来反映说，长辈打完疫苗之后，为了要去领这个快筛跟这个500元的这个礼品啊礼券，结果就有这个大排长龙的情况之下，领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比如说长辈急着要去领，但是我们会再次宣导说不用急着这几天赶快去领，我们的领的时间非常长，大家可以选那个人少的地方，人少的时间去领是。好。台湾进一步表示，因为疫情扩散，居家隔离人数增加，想要到诈骗集团利用确诊者伫隔离期间无人沟通的时机，用手机就直接汇款一事，要求警察局、卫生局加强反诈骗宣导。近2个月哈，其实居家隔离的人数其实增加了许多。那是不是很多民众在居家隔离的期间，因为他可能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哈，那关得很郁闷也好，或者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让他就近了解询问，或者是就近可以跟他提醒也好，所以增加了这个被骗的这个可能跟风险哦。那我真的去整理了这个数字以外哈，其实往年诈骗的这个高峰其实都在暑假哈，大概落在8月哦，7、8月这个时间哦，结果这几个月哈，不管6月的数字还没出来哈，因为其实6月这个月其实人数也应该蛮多的。那其实5月啊、4月人数，像5月人数已经快300个哦，其实都接近了过去暑假的高峰哦，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所以也要请我们警察局来注意。我也觉得我说真的，我也觉得奇怪，隔离或者居家，这隔离得了病毒，隔离不了诈骗，我就觉得很奇怪。是因为现在就是但是网络很方便，我们去了解电子全国的数字都增加。居家隔离，我们也会要求警情局提醒他不要随便去接受这个陌生的这个电话的一个咨询，或者是去操作这些电脑资讯资料，会一并再跟他做一个提醒跟强调。而且我们防治诈骗的绩效在6都里面应该是数1数2的。是好，我想这个当然给予肯定哦。根据了解，诈骗通常是以确诊者甲疫情感染源的接触骗个人的资料，或者是用居家隔离书来骗确诊者的资料等等，希望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受骗。台南新闻顾文吉、林根采访报道。目前市立游泳池这类试营运，馆内设施真侪拢换新，并且提升安全性。不过收费的部分，议员朱立伦表示，虽然是市立，不过票价并无优惠，嘛无回馈，所以要求市长减轻市民的负担，嘛借出来提升全民运动。对此，市长答应会甲营运管理的厂商讨论，希望有机会让票价较亲民。台南市立游泳池经过将近2档的整修，对6月25到7月6号为期12天的试营运免费，7月13才正式营运。不过，议员朱立伦接受陈情表示，虽然设备新颖，不过票价部分甲国民运动中心比较起来，竟然是悬2倍差价，加上无年会员的票价优惠，伫总日巡积极替民众请命，要求减轻民众负担。要市民付出这样的钱出来，一家庭现在的赚钱又不容易，所以可以请市长可以研议一下，因为这个也是市民的负担。那还有在我们市立游泳池之前的前身是我们的水都游泳池，那时候水都游泳池有年会员的价钱。那你看我们的市立游泳池、永环运动中心都没有年会员，那你换算过来的话，我们市立游泳池只要换算1季乘以4个4季的话，就2万2，是不是可以拜托我们台南市政府可以跟我们的市立游泳池、国民运动中心去争取更优惠的票价，让我们的市民可以享用。我会跟那个市立游泳池现在他们的 OT 单位再去跟他们讨论一下票价。不过因为他们说他们进驻以后很多东西都更新，包括那个温水游泳池的部分，之前也有温水游泳池，以前是用烧煤炭的，都有味道，烧重油，那现在是都改成电棒，就没有味道。所以说还是我会跟他们沟通，希望说能够价格有机会更亲民。
但市体育局7月挂牌进前，市府先送出这份游泳池的礼物。虽然市长表示会甲厂商讨论，不过体育处会后发表声明，市立游泳池收费标准是依照无征收进前的水都游泳池，而且国民运动中心的游泳池设施甲市立游泳池无同，袂当做同一个比较。强调近年来成本甲物价起价，但5冬来票价拢无调整。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因为感受台语文化的衰微，所以议员蔡小伟伫自由发言，呼吁台市重视台语文的师资甲本土文化维护，期待透过教育部沉浸式教学计划，互各中小学生自细汉有辅导学习的机会。议员蔡小伟指出，教育部所推动的沉浸式教学计划，就希望老师的教学有一半时间是用本土语言来教，互学生会当亲历认识。不过，根据了解，110学年度，台市267间国中小，今年只有7间学校申请该计划。议员质疑这款的比例，对着闽南语的辅导，敢是有咧重视？咱规个台南市267间的校校。敢有7间学校是第2名，这我肯定。啊，毋过敢有7间，甲267间的比例，敢会伤少啊？吼，伫个110年度，咱总共争取到的是教育部的经费啦，吼，92万2千块，敢是安尼？家己做报告啊，当然你即个上课的时阵吼，要教互囡仔你迄个领域的迄个知识，这是第一优先。当然你老师你若准讲。国语也好，台语也好，啊，家长咧讲，囡仔听有，哦，当然即个袂影响到伊学习的即个内容嘛，哦，啊，所以即个部分咱是尽量咧鼓励，啊，所以是有正式申请的，毋过咱足侪老师，啊，咧上课时伊台语、国语安尼交杂咧讲，囡仔听了拢听有，所以这嘛是。沉浸啊！因应9月开始，本土语言将全面纳入各中小甲高中的必修课程。议员针对全市国小有修闽南语课的4207班，进一步要求教育局有先准备好各校专任师资的需求，同时要求市府除了伫学校以外，嘛要利用资源伫社区推动，成为民众生活当中的教育。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民国75年兴建的林安桥，兼顾着交通、水利甲观光等重要意义。不过兴建到达超过36冬，已经出现结构安全的危险。在中央全力支持之下，总经费5亿拢是专业补助。28号正式动土，预计113年5月完工。而且安平甲中西区重要干道的中华西路林安桥车流量相当庞大，不过建设到达已经超过36冬，经过检测嘛出现结构安全的危险，加上桥底上低影响运河游船，那只可补强根本无度解决。市长委托甲立委林俊宪等人积极向当时交通部长林佳荣争取，结果首次地方唔免配合看。总经费5亿完全由中央补助。这个桥未来施工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就是中华西路是交通动脉，那么你把这个桥拆掉，它必须要先做2个变道，因为交通不能中断，好，所以先做2个变道，然后主体桥盖好，再把便桥再拆掉，所以它的经费才会这么高，哦。从4亿5千万一直到现在要5亿，爱5亿它做起来。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第2点，就是说，当年核定这个联安桥建设啊，我们其实我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哦，因为按照规定，我们地方政府必须要有分担配额款，啊，那2成5到3成要负担1亿多。啊，大家嘛知影讲，咱黄伟哲市长较欠，哦，那时候伊就讲叫我去讲看卖，哦，那也非常感谢当时的林佳龙部长体恤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所以就很泰然的全部由交通部来买单，哦，这个在交通部补助地方的公路桥梁建设非常少啊，哦，这全部都是交通部哈
来支持这笔预算啊。28号市长为贴伫这民代甲乡亲的见证，正式举办林安桥改建基础动土仪式，预计113年5月完工。不过因为为期2档的时间期，地方拢相当烦恼冲击交通。对此，干部局强调已经做好配套，请民众体谅。为减少施工期间交通冲击，我们在拆除新桥之前呢，我们会先做在桥两侧是做2个钢便桥，那每个钢便桥都有3个车道，可以疏解交通。那我们也计划有第3个替代方案，就是从文平路一直到湖美街，这条第3个方案在争取中，希望这些便道能够改善施工期间的一个交通的分流，来降低交通冲击。林安桥改建如何降低因为施工所造成的交通冲击，并且完成运河游船计划最后一里路，民众拢相当在意。台南新闻管及杨树怀采访报道。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这几天因为台积电甲南科效应，和台南的房价直直起，除了南科周边的生活、附近的安定、新市、永康甲安南区拢对得起，甚至连山区嘛同款起，互真侪要买厝家己住的人相当的感慨。现在无买，以后更加歹买。幸福家不动产9分主店店长潘博彦表示。安南区的9分主中卫区，受惠于南科产业持续进驻，甲交通建设带动之下，有不少台南人看久来到这看厝买厝。尤其伫咧北外环快速道路完工了后，会当缩短南科到市区通勤的时间。而且9分主中卫区是全台首创国际级家团示范社区，除了拥有水岸景观甲绿地公园的亲友条件以外。9分主国小也是符合9项立建筑指标的永续生态校园，采用多元教育，提升囡仔竞争力。在台积电甲南科效应之下，也让9分主中卫区成为台南买厝的热区。这边的客群会比较落在像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首购的市场，因为其实说真的，如果以目前台南市整体的总价平均，我们讲的是平均值哈，市区的平均值，你3房含平面车位新屋来说的话，它的价格会落在大概1500上下。好，差不多。可是9份子这边目前还可以让你有可能享受到1200、1300的3房平面车位。所以如果说你在市区你找不到这种1200、1300的商品的时候，那些首购的年轻人，我们讲年轻人都有可能会往这边发展，因为其实消费的基期已经变得高了，你没有办法，你就只能往这边。那说真的，这边的生活机能不算差，它只要过个桥就是好事多。哦，过个桥就是所谓的那个特力屋哦，还有河尾黄昏市场，这些旧有的我们讲的生活机能，其实都足够满足现在的自助客。9分主中卫区是台南市政府结合生态甲家团理念所开发的中卫区，不仅为伫咧安南区交通枢纽北外环快速道路所构成的交通核心，会当快速串联史博馆到南科，连接国道1号、国道8号。交通相当的便利，而且邻近除了乌米北中区、市府生活圈、海淀、北安甲好事多商圈，还佫有花园夜市，加上大型连锁店、量贩店，也拢设置伫咧生活圈周遭，生活机能是相当方便，种种的优势吸引真侪民众青睐的目光。9份子它又临近所谓我们的安南区的海淀商圈，那海淀商圈相信如果有去过的，其实都会知道说那边整体的包括吃的、住的、喝的哦，食衣住行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9份子它又是一个住宅哈，纯住宅区，所以算是说在生活机能啊部分啊这些，其实说都算还蛮加分的啦。对啊，虽然说它目前9份子它是一个应该说蛮奇特的一点，就是
它本身内部的生活机能并没有发展得非常的完善，但是它却已经涨一波，就是跟我们附近的这些生活机能是有关系的。幸福家不动产9分组店长潘博彦分析表示，整体房市虽然受到政府拍房政策，又有央行信用管制甲调升利率等手段之下，预计将有一波预售屋经济转弱，甚至上路前的慢压，但碍于完不了继续攀升。台南各有多重议题支撑之下，尽管疫情、政府拍房政策、城市等变因，台南房价下降的空间无大，但交易量可能无容易勃升。整体房市仍是倾向量缩价稳。现在目前的包含土地也在涨，那原物料也在涨，那政府的政策也没有到很明朗化来说的话，其实说真的，下半年的房市其实充满的不稳定性还蛮多的啦。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应该说影响比较大的部分，就是说看未来所谓的政府它会不会有升息的可能。那现在目前的话，6月大概升息是半码左右。那其实半码说真的，对投资客或者是说投资者来讲，它影响是没有到非常大啦，所以如果要谈论到下半年的房市，我觉得整体来讲应该会走一个所谓的量缩，那价可能还是会微涨哦。你看最近的预售案，其实就会蛮有感觉了。幸福家不动产9分组店长潘博彦强调，幸福家曾经台南10几栋，伊家己伴随公司一路成长至今，为当时300多人，成长到现在1000多人，有完整的代销、地政、法务部、装潢设计部、资讯部到建设公司，一条龙的规划服务，一个物件就有1000多个业务替你买卖，会当提供消费者上完善的房市服务。也欢迎对着房市销售有热情、想要挑战高薪的朋友，欢迎来加入幸福家不动产。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让长辈刺激脑部的思考，高雄市有一间关怀站有一节手艺课，当中马丽丽老师将手艺甲动作用力歌词，让长辈一面学手艺，一面对着歌曲唱歌，真紧就学晓，而且相当有成就感。随着歌词的内容，老师教长辈打手语，不管是夏天、秋天、写信还是想你，一教长辈就能够记得住，还跟着歌曲一起唱唱跳跳。夏天因为流汗呐、汗流出来呀、那是过去了哈。那秋天是这样比。为什么要这样比？就有风啊，风吹的，还记得了。甜蜜啊。甜蜜这样比。为什么？舔蜂蜜嘛。舔蜂蜜，对。那我们这一班很特殊，因为他们是有一些障碍，所以我们都是坐着，坐着也是可以学手语，所以非常的好。那我们的长辈也都非常的高兴。好甜蜜哦，多么的甜蜜，多么的甜蜜。这位马丽丽老师教的手语不止好记，也是真的可以跟聋哑人士沟通的。因为她曾经看到聋哑人士看病，医师不懂手语而出现沟通不良的情形，所以她就去学了手语，希望能够帮助聋哑人士。因为学手语，你如果用课本很死板的教，他们比较没兴趣，所以我把它编排歌曲。歌曲里面呢，我有用老歌，也有新歌，也有一些民歌，反正台语歌都有。就从歌曲当中来教，那这样子的话，同学学起来就有兴趣，而且呢也容易学，所以他们也学得很好。之后，马丽丽老师发现搭配歌词教手语更能够引起学习兴趣，唱唱跳跳又能够带动手脚活动，刺激脑部思考，就开始在长青中心和关怀站里教长辈手语。这项技艺还获选为传承大使。那我们现在的同学有几个也是传承大使，我已经训练他们。因为我已经80岁，我可能也会慢慢的就会退休了。我有传承，有传承好几个，他们也考成传大使。因为有几个他一直跟我学了10几年，那他现在也都在外面也有在教。尤其我们学他这个肢体语言可以使我们的那个身体更活泼，真的很有帮助，也有活力，又跳又动，然后我这。舞了2下子就出汗了。其实马丽丽老师已经80几岁了，但她还能够将手语编入歌曲，手舞足蹈，并且带动其他长辈一起唱跳手语歌，成为长辈们学习的对象。记者周辅庆、赖昌邦高雄报道。
感谢收看6月2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